越南的那个儿童的 CD， 听到都会上哎。妹妹，那你唱一首歌干嘛？你上来表演，我们给你拍一下，来啊！我是越南大学生，然后我们有在台湾学越南文，然后老师是北越南，所以我们想要访问一些越南。因为台湾我们比较特别的状况是越南妈妈占了非常大的数量，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却很少，所以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了解他们的需求，而进一步可以看看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语言的能力用上去，协助他们，然后编写一个小小的册子也好。我们有去参访移民署，还有访问一些越籍妈妈。那透过他们的言谈之中，我们了解到就是政府所做的一些努力和一些计划。那越籍妈妈们在台湾的生活的历程，那就是了解之后啊，就是对我以后应该是有一些帮助。因为我是念法律系嘛，一开始是想说，就是用我自己所学帮助，就是在台湾需要就是越籍妈妈需要法律的时候可以提供支持。那现在了解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我相信对以后的工作会有所帮助。所以客房凤就是睡房。好，其实我是想要学习团队合作的经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其实这个我可以跟另外2位同学合作是一个不同的经验。亲自感受到这些妈妈们的热情啦，当然也会也能就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到很多事情。虽然他们很多时候讲的当然不会把自己真的心中难过的地方，或者是遇到的困难说给我们听，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机会当中直接的去，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外国人，而是真的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跟我们体验这个台湾的生活岛屿的人，就是就多了，而且多了这些妈妈们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没想到妈妈们那么热情，会直接请我们去吃咖喱啊，或者直接带我们去哪里聊天啊，可以一聊就是一聊整个下午。最大收获是开始关心就是一些周遭的人事物，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不见得会发现说原来你的生活周遭有这么样一群跟你其实不是很相同的，但是现在了解之后，可以学习如何跟他们相处，这也是就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最大收获是怎么学做越南菜。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砥砺，就是语言的能力啊，然后再来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去办几个活动，更亲近我们当地就有的这些越南妈妈们的生活，还有去了解他们，甚至是知道说政府现在为了我们这边这个在同个岛上生活的同胞们做了什么事情。自主学习是由自己内心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对自己最有帮助。学到好学到老，那这自主学习能够让你在学生这个阶段就会有持续培养学习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人鼓励你去学东西，不是很好的事吗？不然真的是离开了学校之后，你想学东西还要去先付钱，然后要排出一大堆时间什么。但是在学校里面有老师可以帮你把你的报告书，老师可以督促你的进度，然后还可以自主学习中心还有提供很多其他的援助。